按照其天马反斗一旦实行咯，一群来自新竹的厨师都利用传统各模按多年下的时间，完成了其天马反斗的梦想。经过12年，超过1100公里的路程，板蓝菜呢还有风采来约，依然还是唔惊风雨，去到各个乡镇体验菜地的人情味，同时去寻本土的好食材，每分享依然自家的手艺，同各地民众分享料理的喜悦。唔过风雨上网简单是人茶，佢根本唔清楚夜头人面孔系汗水也是易水的。企业对新出来嘅厨师不用下菜刀鑊铲，坚持要完成起电是人茶反对梦想。就算佢已发布6項風采進步，行係要起到下年嘅目標，做到同各地民眾嘅約束。金山三支啊，包括这个八斗子这一段都是沿海的路段。对，昨天就是风雨啊，真的很大，而且除了风雨以外，还夹带的海水，因为海水不但打到那个石头上，那整个浪花都是在脸上的。那我们一路也是这样子，风雨生信心哈，一路风雨无阻的走过来。沿路拜访的达人，还有包含乡镇市农会，都已经约好了所有的时间点跟行程。那就算有台风，风雨无阻，我们一定会去达成所有的约定跟约会。要转连等12年的反斗里程，也都顺带台一些下南，经过中华、台南、花东，转到新竹，当日至少要去100公里。发起夜空行通的此一名，恭喜龙夜头，都是传统自称的厨师。本但抢单纯想要行出做下，期待市场茶反斗来挑战自家。因为我们做厨师的很少参与这种活动，然后我觉得做这个是很有意义的活动，因为我们到每个乡镇帮助弱势团体，然后发掘在地的食材。不过，吃到平常时的条路，用的一道进口的食材，品质会受到冲突运送，也是加深影响。也要决定伫安管的路程度，把握机会，为请出菜贴好食材。因为我们做出餐厅都知道哈，我们有很多食材都是来自外国，或者说是来自大陆。对。有些东西大家因为成本的考量，都认为那边的成本都是比较便宜。有些比较便宜的东西，变成他们比较没有顾到那个品质的部分。事实上，我们环岛的结果，我们发现哈，你如果骑单车出去了之后，去到那个在地的那个农达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的食材，因为是我们那个在地生产的哈，因为是最新鲜的，对不对？已经是最近了然后也是因为他们在种植那个蔬菜的时候非常的用心，所以它真的吃起来非常好吃。去到花莲同师傅强下合作豆腐。虽然创作唔係藝術樂，每天得5米體驗有無嘅嘢艱苦。加條拜訪當地農民也係食材嘅生產者，希望呈現體驗食材很容易做嘅。生產者用心同堅持，每間通嘅夜頭對按眼來嘅廚師。我們在那個花蓮的時候我們吃那個玉米真的很感動，它吃起來就像水果。他跟我們進去的時候，他跟我介紹的時候說，我們來去吃水果了。我說，什麼水果然後去看，玉米田，怎麼會是玉米呢？結果很好笑的是，他把那個玉米拔起來給我們吃的時候，哇靠，它真的吃起來就像蘋果一樣呢，它吃起來還會爆湯這樣子，爆汁這樣子。做得一身很嘅標準衫褲，面孔加一輛廚師衫，也就對天公起到團務按熱心嘅氣勢。就算幾件佢啱啱咩，還冇變下來了，也就出家啲各地農會用苗條切，老少來嘅菜地食材，做出各種創意料理。唔之前愛同菜地民眾分享手藝，像今日菜地翕嘅土條肉，屏東嘅團魚肉，花東嘅油雞搶出果子。金山的番薯到新竹的五味子，都變做一片一片創意料理。廚師有名嘅後生人出來找食材去起來
无空浪啦，然后卡这个凊彩煮煮，哎呀，给他煮啊当好，哎，真好吃。我感觉非常开心，你知道吗？尤其我看到那个婆婆妈妈哈，看到我们在教菜的时候，他们都好感动哦，他们都很开心所以我就觉得，我们这个东西一定要再继续坚持下去，你知道吗？这里后不计总批继续去，两日加到许多配角提起的一件小好的，为俾学生的拍一场动体片的料理搞好。有没有包起来就是这样子？有没有？一定要捏紧哦，没捏紧会散开来哈，一定要捏紧。平时地做下专业的师傅一下子变做小朋友满足调度的魔术师，用简单的食材变出好吃的寿司。喜欢这个叔叔？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教我们做寿司。廿尾嘅小朋友嚟講，法通下少啦。廿擺有啲係法通嚟講做出法通，佢哋要做嚟學習，多咗學習嘅機會啊，真好啊！離開夜天天有突然下嘅聲音呢，就算我背行落燈希望得意，也要熱心嘅騎士，還係堅持愛出發完成親密嘅里程。騎嘅1000公里，總算轉到出發嘅所在，賽道無大大嘅嘢也都出事，又愛倒轉去做自家嘅條路嘅，唔過免去也搭鐵嘅槳，歸路嘅按溫暖嘅人情，也都有數好高騰熱。還會繼續簡單私人茶，以尋各體感動人的滋味。